好，我们一起来翻开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《加拉太书》第5章24节、25节。我们今天的圣经有3个地方，好，都在加拉太书。好，第一段圣经在第5章，好，第2段在第2章，好，那第3段在第6章。好，所以让我们要翻开圣经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的5章24节到25节。好，在我们荧幕上面没有打，好，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人翻开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。加拉太书第5章的24节、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好，再来第2段是22章的20节。好，2章20节。我们一起读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第3段6章14节，一起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带领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集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同心合意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也为着我们在礼拜当中所要领受上帝的宝贵话语信息，求主你开通我们的眼，开通我们的耳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受教的心，并且有一个顺服的心，立志要来照神你的话语来行。愿神你的话语和恩典照着你的应许充充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家庭和学校、工厂、职场当中。献上我们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跟你旁边弟兄姐妹祝福说，神的话要带给你极大的祝福。好，我们从10月份开始，我们就有这个圣洁生活的操练。颜辉，这个不能动。好，我们从10月份开始啊。好，那在这个圣洁的生活当中，好，其实我们是从拿上去。好，是从我们这个清洁的心思，好，拿到颜辉那边测试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清洁的心思，好所延伸出来，我们在5月份，我们有清洁的心思，好，就是要除去好这一些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拦阻，好，当然除去我们就清洁，好，那到我们下半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学习圣洁的生活，好，也是从4个方面，好，那这4个方面呢，好，就是提到第1周圣洁生活的根源，好，第2周好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，好，第3周是今天，好，这个过程，好，成为圣洁的这个过程是什么？好，到最后怎么样去完成圣洁的生活？好，所以第1周，好，我们学习到了，好，就是要亲近上帝。我们一起说一次亲近上帝。好，圣洁的生活很简单，就是亲近上帝。有5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亲近。好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？第1件事情就是要敬拜。好，所以做礼拜就是亲近上帝，唱诗歌、祷告，好，就是敬拜。好，第2件事情就是读经。读圣经就是亲近神，好，因为没有比读圣经好更能够准确的认识神。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好都是透过这本圣经来认识神。好，那当然有很多的教会有教会的传统，但是大家都是以圣经为依归。第3就是要祷告，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用灵好去亲近上帝。好，在祷告当中，所以我们用祷告亲近。第4个就是用真实的心。好，诚心来到神的面前，亲近神，不是只有带着一颗头脑，带着人来。好，最重要的是心要到。好，所以人到了，心有没有到呢？好，第5个，好，亲近神就是要全人。好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意念、情感、言语，我们整个人都要圣洁。好，全人来到神的面前。好，所以这几件事情，好，就是能够帮助我们，好，能够来亲近神。所以我们把第2点的那5项白字，好，一起来读一次：敬拜、读经、祷告、真实的心、清洁的全人。好，这5件事情帮助我们可以来亲近上帝。这是第1周10月9号，第2周上礼拜，好，郑牧师好来到我们当中所分享，就是圣灵充满。
好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敬拜他的人、亲近他的人也要像神一样圣洁。怎么能够圣洁呢？好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好，不是说穿这个干净的衣服啊，然后吃素啊、吃菜啊、不杀生、不吃肉就是圣洁。好，然后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做好事就是圣洁。做功德去帮助别人，好，然后去做很多的善事，就是圣洁。好，这些事，但是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圣洁。好，真正的圣洁是靠着圣灵好的帮助，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一起说圣灵的工作。好，所以在这个第二周，我们学习就是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就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。而什么是圣灵充满我们呢？就是能够去对付我们的邪情私欲，好，对付掉我们的欲望，好，让这些会拦阻我们的欲望，好，拦阻我们的这些至高之事、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能够被圣灵对付。最后，好，能够帮我按第3点，能够有一个圣灵果子的生活。好，我们来把这果子念一次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好，这9个果子，好，9个果子在英文里面，好 ，fruit， 好是一个单数，好，它不是说9种果子啊，选一颗，好，芭乐再选一颗莲雾，再选一颗柳丁，好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一颗果子里面，好，它就有9种滋味，好，你苹果有什么味道？甜甜的，酸酸的。好，然后如果轻一点的就涩涩的。好，你可能在苹果当中，如果苹果皮有苹果皮的味道，好，如果你吃过苹果的梗，好，也有苹果梗的味道。圣灵的果子，好，充满了就是这9样。好，那前面3样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好，就是好从神来的。好，仁爱、恩慈、良善，就是我们要对人的；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就是我们自己，好，我们自己要活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很好记。好，我们再把这9个果子再看你能够记得多少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好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好，所以在全世界不会有说，因为你太喜乐，所以我罚你100万。好，不会说你太和平了，所以罚你关监牢7个月。好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好，不会说你太温柔了，好，罚你去扫马路，好，记你一次警告。不，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好，所以帮助我们活出圣洁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就是要有圣灵充满。好，所以第1周亲近神，第2周圣灵充满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十架道路，我们一起说一次十架道路。好，十架道路呢，好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加拉太书里面，好，能够致死这些恶而活出善。好，怎么走呢？好，目标这样很清楚。好，从亲近神，然后要有圣灵的充满。但是我们要怎么走呢？好，就是要走这条路，叫做什么路呢？十架道路。好，这条路呢，好，很重要的路，是每个基督徒都要走的路。你可不可以不走这条路呢？很难。好，很难，好，几乎没有得选。你不走十架道路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。”所以说我可不可以走这条好中华路？我可以走民权路，但是不要叫我走这条十架道路。好，耶稣说：“对不起，好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。”所以耶稣他让我们看到一条路，就是能够胜过恶，能够活出善。这到底又死又活？好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？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好，耶稣他有做一个说明。好，他说他呢像是他首先用羔羊好来象征他的死。好，在旧约时期，好献祭好就是要用羔羊来献祭，而先知呢以赛亚预言他就是那个羔羊。好，所以他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。好，就是像旧约那些很可怜的小羊。好，羔羊是什么羊？羔羊不是那种老 Coco 的羊，羔羊就是那个北泡泡幼咪咪，好，那个嫩软趴趴的那个小羊。你看那只小小的羊，好，它都还长得不全，还那么可爱，好想抱它，还不想亲它。可是呢，它却要被带到祭坛前面，好，被宰杀，流它的血，好，然后要剖开它来献祭。你会觉得哇，很残忍，很不舍。但是目的是什么？
目的不是为了残忍，不是为了血腥，好，目的是为了要赎罪。我们一起说赎罪。所以为了要赎这个罪，好，这个罪太严重了，好，非得要有一个生命来牺牲，好，所以就是用羔羊。耶稣呢，象征他就是那羔羊，透过他的死，让人的罪得到复活。所以耶稣好，因为他上十字架，走上十字架道路，所以再也不需要有其他的羔羊好被杀被献祭。然后呢，耶稣他接着用一粒麦子好表明他的死。他怎么说呢？好，白色的经文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都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也就是说，一个麦子，好，一颗像麦子一样的种子，好，如果你把它放在桌上，它呢，好，就是一颗麦子，好，它怎么样，它也不会活，好，它也不会长出一个麦穗出来。但是呢，只有你把它丢到地里面，好，让这个麦子好脱离它的壳，好，然后从里面它死了之后而活出它的新的生命，有个麦穗长出来，就会再有更多的麦子，就会有更多的生命 copy 出来。所以耶稣他让我们明白，原来死好不是结束，死是一个过程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死不是结束，死是一个过程。死到底要死到哪里去呢？就是要死到更多的生命，好，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所以死绝对不是结束，好，死是一个过程。好，所以我们也要如此，就是要看这个麦子，它虽然好像是结束了，这个麦子从此消失，可是呢，后面会发生的是更多的麦穗。好，但是没有人看到那颗麦子，那颗麦子到底跑去哪里呢？它死了没有错，可是呢，它有更多的生命被延续下来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程。我们也要如此，好，让这些败坏肉体的死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能够结出圣洁生活的子粒来，就是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，到底什么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呢？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。加拉太书的5章24到25节，好，我们再来念一次：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好，接下来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好，如果你第一次读这个经文，好，你会觉得灰煞煞，好，什么又死又活，好，又他又我，然后又里面又外面。但是好，里面在讲的一个属基督的人，他的肉体好会跟着这些的罪恶、邪情、私欲死了，死在哪里？死在十字架上，好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好，而且呢，我们靠圣灵就会得着生命，不是只有死而已，还有一个靠圣灵得生，靠圣灵行事。所以保罗说：“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，有圣灵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好，而且呢，我是因为相信神的儿子而活，因为耶稣这样子的爱我。加拉太书6章14节又这样说，我们再继续读：但我不以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请问，如果耶稣没有死，耶稣在没有死，好。世界上会有很多的事情会不一样。耶稣在他死好之前，他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好的一个人，好，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。好，虽然他是从圣灵感孕而生，但是他完完全全是一个人的生活。他没有那种穿墙术，虽然他有很多的神迹可以走在水面上，他有神迹可以叫人的瞎眼看见、瘸腿行走，叫死掉的人复活。可是耶稣他从死里面复活之后，
他最大的差别，好，就是他胜过死亡的权势。耶稣他在复活之前，他跟我们一样，好，都要面对死。虽然他曾经叫了拉撒路，好，起来，活过来，可是拉撒路后来又死了，所以他活了，但是只是再活几年而已，后来还是死了。好，但是耶稣他的复活不一样，他的复活是他死里面复活之后，再也不死，再也没有死这件事情。这是耶稣复活最大的差别。同样，这件事情也会发生在你、在我的身上，就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当我们跟着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同死、同埋葬，后面就要一同复活。复活之后，对你来说，你的人生再也没有死这件事情。贾伯斯死了，可不可惜？很可惜，好，因为就没有 iPhone 5了。好 ，iPhone 5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。但是，好，如果当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好，再也不用死，好，你可能就会有 iPhone 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就会好不断的升级。你的人生在这世界上的世界就更长久、更有意义。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，告诉我们：好，信我的人，好，也要复活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要复活，跟耶稣一样的复活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死可不可怕？不可怕，它就跟那个麦子一样，是一个过程。我们说一次过程，就是你要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你要先经过死，但是那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，后面所要换来的是永远长存、永远的生命，跟基督一样永远活着。所以耶稣现在还在不在？他现在还在。如果他现在不在，那代志就大条，好，事情就大。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白信了。好，历世历代以来2000年来，这些基督徒，好，这些人教会通通都白做事情、白做工人。但是我们没有，反而没有不相信他不存在，我们更相信耶稣仍然活着。所以我们继续好追随耶稣，走这一条死复活的道路。好，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一个过程。你会问说，那复活之后到底要做什么？好，复活要做的事情好很多。好，在圣经里面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好，我们这些人将来复活要在空中与主相遇，然后我们要被提，然后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，多久呢？1000年。1000年，好，你要活1000年，够不够久？好，现在有人觉得不够，好，你可能觉得活到60岁我就觉得很烦了，好，80岁，哇，这个世界上太辛苦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，那请问这1000年都在做什么？玩，好，在那边 happy 吗？好，你可以想象耶稣在世上做什么事情。好，那1000年大概差不多，在1000年当中，可能就是要学习更多的圣经，在那1000年当中，你要学习更多的礼拜，好，但是那种礼拜，好，绝对不是我们现在，如果你对礼拜没有感受到享受，好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要学习更多神的话，更多神的同在，要学习更多神的荣美。好，你可以想想看，如果你现在好没有好好学习圣经，将来那1000年，好，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学习。好，可能那1000年，神要我们把整本的圣经，好，都要背得滚瓜烂熟，有没有可能？好，我不知道，好，因为我们也还没有到那个阶段。但是你想到你的生命，好，复活之后要跟基督一同作王，好，作王1000年，就是你要在地上，好，是有权柄的，在地上，好，是有行使能力的，好，那个。做完的意思就是要享荣耀，好，享受上帝的荣耀。1000年，你就知道你在世上的日子，好，应该要好好的学习、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亲近神、圣洁的生活、清洁的心思、圣灵的充满、十架的道路，这些都是你在世上好所要好好学习。你可能学了很多的微积分，好，学了很多的会计，好，学了很多的法律条文，学了很多的东西。请问那1000年会不会用到？好，不能说用不到。好，你可能会写程式，好，会研发电脑。我不能说那1000年用不到，但是那1000年，好，你要跟基督好做完1000年，好，就有很多是你应该要学习的
扎实的根基。所以我们来看耶稣给我们的呼召，他的呼召很简单，4个字。好，请大声的念出来。好，耶稣他的呼召只有这4个字：来 ，Follow me, Come, Follow me。耶稣要我们跟随他，像他一样。所以路加福音第9章23节到24节这样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一起念。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耶稣说要跟从他的人，第一件事情要什么？舍己。第二件事情，天天背起十字架。第三件事情，丧掉生命。最后你就能够救了生命。好，所以跟随耶稣呢 ，ABCD， 舍己是什么？否认自己，不以自我为中心。背起十字架就是你要预备心。因为你可能会因为上帝的缘故面对十字架的酷刑。第三个，失去生命，丧掉生命，好，就是要付出生命，为了基督和别人而愿意燃烧自己。最后，你就能够救了生命，就是能够得着永生的报赏。所以，耶稣呼召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他已经走过了，他已经走完了，我们要走他。只是我们比他幸运的是，我们不用真的被钉在上面。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像耶稣一样完全被钉在上面，但是有一个一样的，就是我们都要经历这个死，经历死的这件事情。所以耶稣先死给我们看，让我们知道说死并不可怕。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死，好让他的复活的生命藏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钉十字架就是丧掉生命，只有丧掉旧的生命，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，像麦子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。跟你旁边说，你和我都要死。好，然后再对他说，要为耶稣基督而死。好，不要为了钱财死，不要为了女人死，不要为了赌博死，不要为了啤酒，为了酒精中毒死，不要为了抽烟尼古丁太多然后被熏死。死有很多死法，好，也有可能被狗咬死。但是呢，选择最好的死法就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死。阿们吗？好，所以耶稣呼召我们背十字架，就是要跟他一同钉十字架，一同死。什么时候背？不是复活节1年背一次，不是在演戏那时候我来背十字架，天天背起十字架。我们一起说，天天背起十字架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什么时候死？很聪明，没有错，天天死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天天都要死。好，什么时候死，什么时候就活。当基督徒的十字架道路就是每天死。死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让那些罪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得更清楚。好，所以保罗他给我们一个诠释，他给我们诠释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9节。好，这里有一段经文，好，看完之后你不会很羡慕他，你可能会羡慕保罗，哇，好有名的人，好，教会历史伟人，好，耶稣的基督的使徒，好，然后呢是这个伟大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神学家。可是呢，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节到26节，他提到他自己为了基督，好，受到鞭刑5次，每一次呢要打40下，优惠一下，好，就是每次打39下，好，乘以5，好，等于195下。好，为了耶稣基督，好，受鞭刑5次，被棍子打几次呢？3次，然后呢又被石头 K 几次呢？1次。好，一次够不够？有人说不够，一次你还活得下来就很了不起了。好，以前的处罚就是直接用石头把他丢死，所以他一次还能够没死已经是神迹。然后呢，遭遇海难3次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在他身上，他有除了这些外表的事，还有为了众教会的事情来操心，所以他肉体好，他的心灵好，他的使命上面面临很大好的这个折磨和磨难，所以他说：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；有谁跌倒，而我不着急呢？我不焦急呢？所以在保罗他整个十字架道路来讲，好，他是天天死，好，他是天天好在面临磨难和挑战，但是他却活出了一个靠主得胜的生活。他不会因为这样就转身逃跑，他反而选择的是第3，
回应耶稣呼召进入第三，就是跟基督同定十字架。我们一起说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什么是跟基督同定十字架？好，这刚才有讲，不是真的把你钉在上面，而是要把你的邪情私欲，好，要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在圣灵情欲的这个心思战场上面，哪一方得胜？谁最后会得胜呢？关键在哪里？不是抽签，不是看风向，也不是看谁的这个人多马大，人高马大，是看你要选择顺服谁，体贴谁，谁就得胜。你选择顺服圣灵比较多，就是圣灵得胜；你选择体贴肉体，选择体贴情欲比较多，就是情欲得胜。所以胜败很简单，结果在谁？在自己。好，我们说结果在我自己。所以罗马书7章9节这样说：所愿意的善反不做，所不愿意的恶倒去做。所以他就是选择了体贴肉体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句话改过来，所愿意的善我去做，所不愿意的恶我不做，你就是选择顺服什么？圣灵。所以选择圣灵，体贴圣灵很简单，你知道该做的善就马上去做，虽然它很困难。你知道礼拜六要做礼拜，哇，你可能要跟老板请假。好，礼拜天要上教堂，好，你可能要早点牺牲睡眠。好，你可能要奉献，好，要奉献，好，你可能要少花一些钱，你可能要节制，好，要服侍，你可能要沟通很多的人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去，怎么样，你才能够接一次的服侍。但是你知道该做的，你愿意去做，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动工，阿们。所以当你能够去做神所愿意要你做的事情，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，你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可是呢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亚当的后代，罪从亚当进入了世界，所以罪就在亚当的后代显现出来，情欲纠缠在我们的肉体，在我们的身体，在我们的心灵当中。你能不能去给医生说，医生把我的情欲拿出来？没有一个医生做得到，他可以把你的盲肠拿出来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拿出你的情欲出来。好，你可以牧师祷告，牧师，我这个情欲好痛苦啊，让我被捆绑了几十年，你可以把我情欲通通除掉。很抱歉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罪入了世界，好，它就是粘着在你的身上，你没有办法把情欲从你的肉体，从你的心里割开。什么是肉体的情欲？好，你3天不要吃饭看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肉体的情欲。好，你如果有抽烟的人，好，你1个礼拜不要抽烟看看，你就知道哇，这个肉体的情欲有多大。喝酒的人，好，叫他不要喝酒，他就知道什么是肉体的情欲。有麦当劳中毒的人，好，一个礼拜不要吃麦当劳，好，他会浑身不对劲，好，然后他开始四肢无力，好，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肉体的情欲。还有眼目的情欲，还有心里面的情欲，还有思想意念上面的情欲。这些情欲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对付呢？就是吼一戏，好，就是让它死。怎么让这些情欲死呢？好，就是我们的肉体要先死，我们的心要先死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死人会吃麦当劳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死人会爬起来抽烟？好，因为他死了，情欲就跟着死了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死人爬起来，我想要再喝一杯？好，没有，他想也没办法。好，因为他已经肉体不能动了。所以只有当身体、心灵不能再动的时候，情欲才会止息。可不可怕？很可怕。所以你要好好小心注意你有什么情欲。如果你的情欲已经被某样东西控制住，好，可能是什么色情啊，好，什么淫乱啊、赌博啊，然后谎言啊、诡诈啊。我们上礼拜好，这个邪情私欲、结党纷争，好，那10几样。如果你的情欲已经被捆绑住了，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？我告诉你，到你死那一天。好，如果你有烟瘾的人，什么时候能够解脱？到死的那一天。好，如果你有色情瘾的人，什么时候能够解脱？死的那一天。
你说谎诚信的人什么时候可以解脱？死的那一天。好，但是现在要告诉你好消息，虽然死是唯一的方法，但是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死有2方面的意义。第一个意义是对我们自己来说，好，就是这些老我、肉体、情欲、世界，都已经归在耶稣的身上。谁来承担？耶稣来承担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，被钉死了。这是对我们自己来说，而就保罗说，就老我、就肉体、就情欲、就世界来说，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、同死在十字架上。虽然这些情欲你没办法胜过它，除非你死，可是一个可能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跟耶稣基督同死，就是跟耶稣基督同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、那个时候，这些情欲就是宣告死亡，说跟情欲说我已经死了，好，跟酒瘾说我已经死了，跟谎言说我已经死了，跟这些结党纷争、恼恨、嫉妒说我已经死了，跟这些咒骂、咒诅说我已经死了。什么时候死？他问你说你什么时候死？你就跟他说，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时候，我就已经死了。这招有没有效？没效也得有效，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把你的情欲、肉体的、眼目的、今生的骄傲的情欲，对他说：我再也不要你了，我已经死了。我什么时候死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我已经死了。所以就老我、就肉体、就情欲、就世界来说，我跟基督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上。我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。好，跟我说一次，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好，你要常常宣告出来，好，跟这些情欲的事情宣告。当你软弱，当你被捆绑，当你陷在里面忧郁啊、难过啊，好，走不出来啊、沮丧的时候，你就宣告：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死啊，好，死的给定。这些好情欲就怎样，就不能再影响我。这些情欲就不能再影响我，因为我身上有一个印记，叫做十字架的印记。我们一起说，或是叫死的印记。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，我们身上就有一个 mark， 就会有一个记号。这些情欲看到，这个人我没有办法用他。酒瘾会不会去找一个死人？我让你喜欢喝酒，再让你再死一次。好，死人是完全无动于衷。摄影会不会去找摄影会不会去找一个死掉的人，说好，我要再让你再去染上这些色情的习惯？好，不会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你没有办法再诱惑他。所以你要宣告：好，我已经身上有十字架的印记，有死的印记。都不要搅扰我。加拉太书6章17节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什么印记，这些东西都不要搅扰我，都不能够搅扰我。情欲的事情、肉体的事情都不能搅扰我，这是很重要。十字架道路，第一个耶稣的呼召，第二个跟基督同定十字架。所以你是不是跟基督同定十字架？有没有印记呢？不是给别人看，不是挂一个十字架说，我有十字架的印记哦，或是呢去刺个刺青在你的手臂，哇，然后还有这个滚边的，还有蕾丝的，好，我有十字架的印记哦，或是呢直接在胸口刻一个死哦，刺青，好，说我有死的印记，没有用，好，十字架印记，好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，你说我在那一刻我就跟你同死了，在那个时候我就跟耶稣一起被钉死了。那个印记才会产生。最后，当我们跟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就会进入到最重要的：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们一起说：罗马书的6章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再读。跟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虽然是一颗麦子死了，那个麦子死了还没有结出许多子粒来。
但是我们要跟基督连结之后，好，第二个步骤才会产生，就是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就会生出许多的子粒，就会生出许多的麦子。罗马书的第6章第5到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好，死要讲很多，但是死后面一定要讲到活，不然你一死就活不来了。好，一死下去就不能活了。好，那不够，死了后面要能够活，那你的死才有意义。你死了可是活不了，好，那个死就是真的死，好，就是白白送死。什么是跟基督同活呢？好，基督同活呢，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做，我们就怎么样走。好，所以耶稣他死了，但是他也亲身的复活，我们就要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式。所以我刚才有问大家，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就是他胜过死的权势。他在死之前，耶稣在死之前，他什么都可以做。哇，他太有能力了。好，当所有的人吓得目瞪口呆。好，他说：“你们有信心，连座山命令他投到海里，都也要成就。”好，他可以做的事情，好，根本就像古时候摩西的约书亚这样子。好，可以叫日头停止，像西西家王可以叫太阳倒退15分钟。但是耶稣他在死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再也不用死，再也没有死这件事情。摩西他有很大的神迹在他身上，约书亚、大卫、所罗门、西西家王，好，这些人以利亚、以利沙都有很大的神迹，可是呢，他们都要经过死，少数几个人没有死，好，以诺啊，好，然后还有这个以利亚，好，他们没有死就直接到天上，到天上会死吗？好，到天上就不会死，好，我们不知道，好，但是至少他们在地上没有死，但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。有一条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是带领我们到这个活的道路，通过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我们跟他死了，所以我们要跟他一同复活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你要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。所以如果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，基督就会跟我们一起活在我们的哪里？大声一点，哪里？他不是活在别人的里面，活在谁的里面？我的里面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说：基督活在我的里面。人家问你，基督在哪里？耶稣在哪里？好，在我里面。好，但是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好，你要先感受到你跟基督同死同复活，你才会有这种说在我里面。好，人家问你基督在哪里？好像在我里面，好，然后还再摸一摸，到底有在什么里面？这样子是在肺里面，还是在心脏里面？都不是，不是在器官里面，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就是在你的灵里面，好，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，就是在你身体的殿里面。这是基督跟我们同活，是活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基督怎么样活在我们里面呢？好，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们可以再读一次，请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好，他确信在我里面活着。好，这是保罗因为他已经为什么知道基督在里面？因为他复活了。为什么他能够复活呢？因为他先跟基督同死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什么时候死？我再问大家，什么时候跟基督死？天天好，每一天都要跟基督同死。好，你可能上礼拜或是小时候7岁的时候，好有圣灵的感动，哇，跟基督同死不够，每一天都要跟基督同死同复活。圣灵，基督借着圣灵，好，在你的周报你可以把圣灵圈起来，借着圣灵来活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基督可以在我里面活着，就是圣灵坐在我们生命的什么上面？宝座上面。所以我怎么知道基督在我里面？就是圣灵在我的生命的宝座。什么是我生命的宝座？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，不是给我的女朋友坐。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，不是给我的老板、给我的上司来做。
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宝座，不是给我人生中第一志愿、我的理想、我的美梦来做，给谁做？给圣灵，让基督坐在我的里面。好，所以简单说，就是这6个字：顺着圣灵而行。好，后面那5个字，靠圣灵行事。这11个字我们念一次：顺着圣灵而行，靠圣灵行事。好，回到上一周，就是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就能够胜过肉体，胜过情欲。好，不再被引诱，不再被搅扰，非常的重要。容不容易？好，很多不容易。好，第一个就是你要每天都做一次，好，每天都要死。好，你可能很容易就忘记。好，要你每天都读经，你可能都做不到了。要每天死更难。好，但是这个死有时候一天死一次还不够，有时候一天还要照3餐死。好，有时候可能你很容易有情欲诱惑的人，好，你可能还要加点心、加宵夜，好，一直死，一直死。但是你每死一次就可以复活一次，死一次复活一次，所以你要一直跟这些肉体跟情欲宣告：我已经跟基督怎样同定十字架，同定十字架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当我们这样做，靠圣灵行事，靠圣灵而行，靠圣灵行，顺圣灵而行，靠圣灵行事，我们才能够天天背起十字架，跟从耶稣的生活。圣灵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好，如果你没有圣灵，没有邀请圣灵，没有顺从圣灵的旨意，圣灵告诉你不要再看电视了，不要再开电脑了。你一开电脑下去，好，你的后面好，你就会越来越受试探。好，该关机了，好，该把课本拿出来了，好，或是好，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好，你要圣灵会，它会像闹钟一样，这种事情没有律法禁止，圣灵的果子是显而易见。这些圣灵要你做的事情，没有律法会禁止，它会提醒你，哒哒哒，好，危险危险危险。好，你再继续这样执迷不悟就危险，你再贪爱钱财你就危险。好，你再继续这样子懒惰，再这样子放纵下去就危险，再这样生气下去就危险。好，圣灵会给你警告。可是你没有遵守顺着圣灵行事，没有靠圣灵而行，你就让自己越陷越深。好，最后就是爆炸。好，就是被情欲、被肉体、被捆绑，然后就再也不能脱离。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？到你死那一天。好，但是那一天有可能是30年、40年，你这代表你这30-40年都活在这些情欲的底下，做情欲的奴隶。好，被他宰割，好，被他使唤。所以结论：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，这些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常常出现？不是说不准出现，不准出现就太难了。但是是问你有没有常常出现？有吗？有。好，如果很常出现，甚至一天出现好几次，糟糕。好，就是你有这些情欲，好，有这些被捆绑的搅扰，所以你还没有被跟耶稣基督一同被钉死。你要赶快把这里面的事情抓出来。我是不是有仇恨？我是不是有争竞？今天运动会看到那个人跑第1名，我就超不爽的。然后呢，看那个 LPGA， 好，然后看到如果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球星好赢球啊，我就会嫉妒，好，我就会恼恨。然后看到一个开跑车从我面前经过，好，我就会想要咒骂他，好，就会埋怨老天爷有什么不公平。常常有这种事情出现，表示你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对付钉死。但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活不出来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活出这些，一天你都不觉得什么好喜乐的，而且你里面生活当中一点都没有和平，然后也没有温柔，好，做事情好，买东西、看事情、看东西、看电视也没有节制，表示你还没有跟耶稣基督好一同的复活。所以你需要做2件事情，赶快去十字架
跟基督同死，同死之后赶快跟着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。请问是不是死那个时候就可以马上复活？没有人这样说，好，没有人告诉你说你那天死，那天就复活。好，但是保罗说，好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好，这是因为他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，所以他知道我赶快跟基督同死，他就可以靠神的力量马上得到刚强。可是耶稣基督他在死亡墓穴当中，好，也待了3天，还下到阴间，好，还去阴间传福音。可是好，这也需要一段时间，所以你在死这个事情上面，你可能要死好久，你可能要死几个月，你才会感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。但是这是正常的。好，但是如果你期待你死那一天就会有神迹一般的改变，很抱歉，好，圣经并没有这样告诉我们。保罗他也是不断的操练经历才能够达到。所以活出圣洁的生活，好，是在于我们的抉择，我们的立志，你是否愿意决心要选择？如果你选择顺服圣灵，还是选择继续随从肉体，体贴情欲，放纵自己的生活，放纵自己的生命，这是你自己要负责。你站哪一边，哪一边就得胜；你体贴哪一边，哪一边就刚强。不在于别人，你不用怪环境，你不用怪父母亲，你不用怪罪其他的人，而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抉择。所以圣洁的生活，我们是靠圣灵得生，就要靠圣灵行事，顺服体贴圣灵，背十字架，跟从耶稣，过圣洁的生活。好，这样讲很简单，做起来它需要一段过程，需要一段时间。好像一颗麦子落下去，它也不是那时候马上就长出来，它需要有一段时间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把你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欲的事情，好好的练习，定1次，定2次，好，定它个70个7次，天天定，好，常常定，定到它真的死为止，你就会感受到你里面开始有不一样的东西活出来，就是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圣洁生活是一个过程，好，再次提醒我们自己要亲近神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根源保证。我们需要满有圣灵的力量、智慧，也需要跟随基督，效法他牺牲，能够得到永生。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信息当中，请我们来回应，你有什么要采取的行动？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有笔跟周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时候。你不要等到回去，也不要等到别的时候，你现在可以在一个空白的地方，好，在那个结论那个空白的地方写下来，你有没有什么情欲的事情要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？你把它写下来，然后周报记得带回家，好，不要留在这边，好，因为被别人捡起来看。周报把它带回家，好，因为第10页还有1个礼拜的圣经的经文，还有默想。这些默想很重要，要帮助你。然后你有什么要对付的？你有没有什么行动要采取的？你们要恳求上帝给你圣灵的恩典、能力和帮助。今天我们在课程当中，新生命的启发课程当中，就有新朋友。我结束的时候问说，有没有什么要祷告的？他说有，我要祷告，好，能够戒烟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信仰的反应。好，就是为这个事情祷告。戒烟不容易，好，不容易。没有抽烟的人要戒太容易了，可是一个抽烟好几年的人，好，对他来讲却是一个困难。可是在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人，他抽烟抽了几10年，可是他跟神做一个祷告：主啊，我要戒烟。隔天开始，他就再也没有抽过烟，一直到他死。到他死，他都再也没有抽过烟。好，他说他也没有什么挣扎，他也没有什么困难，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信心。好，取决于对神的信心。所以今天，我相信神也要给我们每个都有机会，每一个人都有个机会，胜过我们的情欲。神要释放我们，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些情欲的捆绑。如果你不脱离，你不被神搭救，你就要做情欲的奴隶。接下来你的人生，未来的30年，未来的50年，
你都要做情欲的走狗，做情欲的奴隶，你甘心？你甘愿吗？在今天晚上，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可以来选择向神祷告，说：神啊，我要选择十字架道路，我要选择跟基督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，求神让我可以跟基督一同复活过来。同死的这条路上，可能需要你一段时间，几周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的时间，但是他将要救你的生命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，就失去了生命；为了我而失去生命的，就要得着生命，就要救了他的生命。关键就是你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。当你在周报上面写下来，好，我要你把周报合起来，然后把我们眼睛闭起来，让我们这时候轻声的开口向神来祷告。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主啊，我需要你帮助我脱离情欲，脱离肉体的捆绑，脱离这些邪情和私欲。虽然情欲不见得都是坏，但是情欲却会让我陷入到试探，陷入到引诱，让我走到灭亡的路上。救我脱离，救我脱离！我今天要把我的情欲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。我要把我的捆绑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。我要把我的仇恨，把我的恼怒，把我的纷争、嫉妒，把我的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奸淫、荒宴、醉酒，都要通通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帮助你的孩子，帮助你的孩子，释放你的孩子，不在情欲当中，不再成为罪的奴仆，而是要救他们脱离情欲的捆绑，情欲的枷锁。